你去過北愛爾蘭？你冰島也去過？對，哇，這兩個地方都沒有這麼好。呢位嚟自浙江嘅伯伯同埋佢屋企人參加咗我哋嘅地質公園快艇導賞團，佢一嚟就坐喺船頭，非常之興奮。大約20分鐘就到達破邊洲，佢一見到成排嘅6個柱石嘅時候，即刻衝去船頭，即係捉都捉佢唔住啊！我哋只可以喺背後度保護住佢，成功穿過破邊洲嘅神索克。伯伯幫靚靚嘅老婆不斷喺度咁影相，問過先知原來佢係醫生嚟嘅，已經80幾歲噶啦，經常周遊列國。今次嘅旅程咧係阿女幫佢報嘅，難得咧有唔使行路坐船就睇到最震撼嘅香港地質奇觀。好適合老人家參加。到咗沙塘口嘅海蝕隧道，伯伯又興奮啦，因為佢揾到一塊好似人面嘅石頭。不如你給他改個名字吧，對，改個名字吧，你發現的。你去過北愛爾蘭？你冰島也去過？對，哇，這兩個地方都沒有這麼好。香港嘅風景就係有一種魅力，人哋要坐飛機去到外國，再轉車幾個鐘先見到嘅景點，我哋香港都有，半個鐘頭就可以出入市區，大家快啲嚟參加啦！